伫个高雄蛤蟆星铁道文化园区内，接有民众来到这放风吹，文化局是来提醒这放风吹呢，千万袂使挖进这个路边。也毋过顶礼拜又搁发生这骑奥多摆的经过，毋过煞互这风吹线去挂着上的意外。也因为这铁道园区内4颗链灯拢是车路，而且搁有轻铁经过，到底敢有适合放风吹，也引起社会讨论。高雄蛤蟆星铁道文化园区平日假日时，都真侪家长带囡仔来遮行大放风吹。毋过即马传出车北有民众骑奥多摆经过蛤蟆星铁道文化园区的时，规个人去过飞过路的风吹线漫过对面车道，加载无车经过，不止个下海颔棍大布王拢挂着伤。有接来园区耍的民众讲，虽然园区所在看有适合放风吹，毋过也是爱管制。我觉得限定在某一个地方，然后如果在那个地方以外的话，就做可能罚钱吧，还是什么？我看他有告示说不要靠近这边放，但是如果有工作人员提醒他们会比较好一点。民众讲的故事就是这个，因为2020年慢慢发生风吹线甲人挂着颔棍的代志，路北文化局就采故事，提醒民众放风吹袂使伤挖路边。毋过假日时啊，人一坐满天的风吹黑白飞，园区边的树仔顶凊彩吹，都有风吹掉伫咧遐。尤其附近阁有轻铁经过，若是风吹落伫咧轻铁的铁轨路顶悬，嘛造成危险。对出国际公司表示，若是影响到轻铁，就会依法罚款。民众如果放风筝坠落或其他物品用具进入轨道影响轻轨运行，依照大众捷运法，可处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是罚锾。为加强用路人安全，本局在铁道园区周边均已设置警告牌。未来将加强保全人员的重点巡逻，劝导民众勿靠近周边道路放风筝，以避免风筝线伤人事件发生。文化局强调，已经有采购时提醒，未来也会派人加强巡视，避免风吹挂上民众的意外搁再发生。记者郭家如、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